这个新闻来关心发生伫台北市的以外站的9点外，台北市西门町前柜这个中华新馆一个女员工发现讲，机房的窗门乃开，就咧摕2个菜篮贴悬，人打开你脚尾要关窗门，可能是打了无在为8楼摔落去。 巷仔有防守线，环境无用收集证据。西门有一个 KTV 的女员工，以外位8楼栽落过身。女员工栽落来地点，就伫8楼的窗仔门边。站9点外，姓吴的员工发现窗仔门开，就走去柜台找同事斗3共照明，顺续夹人的菜篮过卡。 到底姓吴的员工徛起内卡准备开窗仔门的时阵，敢若是徛无晒在，规个人转过8楼摔出去。边的同事看到这个过程，惊一个随报警。他是逃生梯的，刚刚去关，就是有看到刚去关，只是为了要观众就失足了。我有听说警察有来过来，都太用力了，掉下来。 27岁姓吴的女员工，伫 KTV 做超过1档的时间，是座位的服务人员，平常时做工课拢真认真。那如果说现场如果有设施设备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，如果有违反，我们将处雇主3到30万元的罚款。发现机房的窗仔门开，主动关窗仔门，想要告诉发生着意外。 KTV 的防护敢有安全？这其中敢有疏失？相关的单位爱个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